各位傳媒朋友啊，多謝大家，亦都我相信多謝私隱專員啦。如果唔係，今日大家都做咗第二啲呢個未必咁關心啊。但係anyway 都想講俾大家聽咧，就係我哋過去幾個禮拜，我哋就做咗一啲調查，就係問社工嘅，主要問社工。咁就我哋收翻有500零幾個社工咧，係即係交翻個問卷翻嚟。咁個問卷結果咧，就其實係有部分大家都可能都估到嘅。咁就有55% 嘅社工咧係覺得，如果係大埔嗰個即係校園自願驗毒成個流程照而家嘅做法咧，就基本上係擔心嗰個學生嘅私隱咧就被侵犯。咁當然即係問到啲社工，佢覺得即係成個計劃點樣幫到啲學生咧，就有73% 咧就覺得即係呢個社工知道即係啲學生個驗毒結果咧，就應該可以幫到啲學生。而呢個65% 咧就同意，即係應該家長都應該有知道呢個驗毒結果。都可以咧喺家庭嗰度咧係幫到啲同學。但係咧就似乎即係有個好大嘅比例，即係64% 咧睇到咧就係即係你是否同意校方知道驗毒結果之後咧，會使到校方備受歧視，即係個學生備受歧視或者係被逼即係轉校咧，就有可同意有32%，同意有有28%，咁所以變咗咧就係非常唔同意，就有14%，咁所以變咗呢成個即係結果咧就有64%咧係擔心咧啲學生俾學校知道個驗毒結果之後咧係有主動被動地咧可能個學生咧被受歧視或者即係要求轉校都唔理解。咁當然即係談到如果俾警方知咁點咧咁咧就會睇得到咧，就係需唔需要知會警方咧咁就幾大嘅比例咧係52%咧就覺得唔需要知會警方，但係其實咧有34%咧就覺得應該由學生咧去自行決定，咁其實同意嘅咧只係14%，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我哋睇到有80幾個%咧。覺得唔應該俾警方知嘅，咁呢個我相信咧，有啲社工佢以往有啲經驗咧，係擔心警方會利用呢啲咁嘅即係資料咧，係對學生咧可能未來嚟講有個騷擾。咁我諗我哋亦都睇翻即係成個除咗上游嘅即係驗毒嘅流程，亦都睇翻下游個服務夠唔夠咧？咁呢個睇到咧就係而家嗰個即係自願驗毒計劃個配套同埋個康復服務足唔足夠咧？就係覺得非常唔足夠，即係就51%。然後有對個不足夠嘅咧有33%。咁其實咧係睇翻成個資料咧，都大約有90幾個%咧覺得而家個下游服務咧係唔足夠。如果當我哋有一啲學生被驗出有吸毒，係冇足夠嘅下游服務咧，係配套，令到啲學生咧係有一個即係戒毒或者係輔導嘅服務。我諗基本上我哋成個即係問卷咧，主要就係問，如果係成個驗毒嘅流程，佢驗到有吸毒，通知家長、校方、社工同埋警方呢幾個唔同嘅範圍咧，同時係表達咗意見。咁樣除咗係上游之外，一定係會點樣去配套一啲服務嘅。咁同事會覺得咧係92%覺得係唔足夠。如果呢個正亦都睇到咧，喺今天咧，我哋睇到政府暫時都未有任何下游配套嘅服務咧係講到出嚟。咁亦都有好多辦學嘅團體咧，亦都係擔心，如果冇釐清下游嘅服務嘅時候咧，你驗毒係為什麼咧？咁所以我諗我哋就即係
有一個即係結論咧，就寫咗出嚟嘅，就係尊重學生私隱，加強戒毒服務。嗱，呢個係最重要。我哋上游個成個配套驗毒嘅時候咧，同事甚至乎我相信而家即係輿論或者琴日有好多青年人都走咗出嚟講咧，如果咁樣嘅運作咧，係對學生嗰個私隱咧係構成一個好大嘅爭議，甚至乎學生會擔心咧佢備受歧視，甚至乎咧係有啲係擔心咧係被逼佢要轉校。咁而下游服務我哋未曾足夠嘅時候咧，所以咧我哋覺得應該加強嗰個下游嘅輔導同埋即係戒毒服務。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回應翻舊年年底黃仁龍司長嗰個報告書咧，佢係好想推出校園自願驗毒，甚至乎強制驗毒，為的是想及早識別一啲吸毒嘅學生，及早咧介入。係俾輔導服務佢。嗱，我就覺得如果用呢個思路去睇今次大埔呢個試驗計劃咧，係完全做唔到黃仁龍司長最初想做嘅嘢，因為我哋睇到下游服務而家仲未公佈。咁當然我一陣會講下啲傳聞啦，但係上游嘅驗毒咧，亦都係令到佢哋擔心私隱嘅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就係政府喺今次呢件事，甚至乎琴日私隱專員亦都講咗，呢個亦都有可能侵犯咗學生嗰個即係私隱嘅問題咧。我相信整體嚟講咧，係政府要詳細啲去睇成個流程係點樣。